稣，要得着你，要得着主，我们就要用相信神的恩典够你用哈。来，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纵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坚定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我已经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阮多谢你将你丰富的恩典，甲救恩赏赐予阮，予阮明白，虽然阮人生有侪困难。但总是阮相信，上帝你的恩典教导阮用，是要陪伴阮，互阮明白，互阮的生活、性命虽然有软正、软弱甲痛痛，但总是上帝你永远要赏赐阮教育来困难，来面对阮所拄着的挑战，来改变阮的生命。我靠上帝你的恩典甲丰富的帮助，互阮的生命会当我靠上帝成做一个勇壮的人。愿上帝你赐予阮。帮助阮伫下面的时间，做伙来熟悉的人物，做一个大道的勇士。要安怎伫生命中间真真正正忠实伫阮的生命，就是爱对主尽忠，认真看待阮的生命。要安怎来改变调整？求上帝你赐予阮，锻炼阮下面的时间，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哈！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手边的资料。代祷的勇士的挑选跟训练。那我们上个礼拜有稍微讲一段，那可能刚好牧师可以稍微用快速的方式再讲一次。那我们今天特别针对代祷的勇士，我们之前都在讲代祷的重要性甚至代祷的目的在做些什么。但是其实代祷的勇士一定要做一个勇士啦，卖公歹的啦，咱讲招待侍奉要不要做勇士，也是要是一个勇士，包含小组长也要是一个勇士。如果他没有勇敢的心智，他会很难做事。包含我们在座都是长老或执事，你们受信徒所托，选为长老或执事，你们也要在主的恩典里面要做一个刚强的勇士。所以上个礼拜牧师有稍微提到，我们知道这个属世里面我们都有当兵有当兵的话，都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叫做新兵训练嘛。那什么是新兵训练？新兵训练就是由民变成兵要透过训练让他明白什么的作息，这个军人要如何有一个军人应该有的样子所以你觉得基督徒要不要做训练？也是要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教会人，特别信徒的生命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们会发现说他们的问题，或者是我们本身的问题，你觉得大部分是在什么地方？来，咱来小看嘛。恁感觉是啥物问题？大部分拢是唔捌嘛，对不？敢是？唔捌所以咱就爱教因教甲捌，对不？要讲互伊捌，教甲捌，要教什么物件？教主的歌，对不？教主的话语，教主的真理。但是问题来了，当主的真理、主的话语、主的道是千真万确，是值得我们去了解、认识跟学习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告诉你，耶稣爱你，对不对？你懂。那耶稣爱你、爱我们，我们也都懂。可是如果耶稣说，毛长老，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你自己，你要不要？也就不见得要咯，对不对？我们会开始评估跟衡量。所以你会发现说，即使是一个基督徒，即使是一个爱主的人，
他也不见得会去爱一个他所不爱的人，因为人是需要不断的去训练，帮助他有一个平民老百姓，让他真正做一个基督的精兵跟勇士。好，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上个礼拜牧师有用一些训练的这个不是训练，这个你有机会咱的手边的这资料这个自我评估啦，你愿意成为代祷的勇士吗？其实我们都知道要祷告，好，但是我们上完几堂课以后，你会发现代祷重不重要？代祷重不重要？代祷够重要，冇对了，有对无？但是顶礼拜咱有讨论到，真正你要为着一个人来祈祷，咱事实上咱拢做袂到，是毋是嘛？拢做无到。好，所以代祷不是干那咱知影代祷的要紧，咱该知影讲代祷要成为我们自己祷告的人，一定要成为一个勇士，而且是真正是训练过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圣经。好，上个礼拜我们可能谈论了很多有关于代祷到底有没有带来功效。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有关圣经里面的记载，特别教导我们在侍奉神，我们做一个代祷的勇士，也应当这个心志要预备好。好，提摩太后书2章1到7节。提摩太后书2章1到7节。好，我们一起来看。然后我们的手边也是资料里面，牧师也都有把经文放进去。好，那假如说你们要在你的圣经里面做注解，好，你们可以翻你们自己的圣经。好，提摩太后书2章1到7节。好，主的话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好，使徒保罗他在这边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第3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什么？基督耶稣的什么？第3站，精兵啊！我们现在在侍奉神，在教会做的，你会不会觉得有没有跟主同受苦难？有啊。我们有没有受苦难？有哦。我们跟人的关系，遇到侍奉上的问题，遇到很多的挑战，对不对？好，人的生命问题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都是一种挑战。好，当我们的信徒经济上发生的问题，当他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挑战。可是圣经教导我们，你要和我同受苦难。他后面做一个比喻，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注意哦，不是好像基督耶稣的跟屁虫啊，不是跟随者而已哦，而且还是要说精兵哦。而且他还举一个例子，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到底保罗，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保罗为什么教导他不要将事务缠身？原因为什么？原因何在？基督精兵怎么做？你们觉得基督精兵要怎么做？你感觉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对了，你感觉这段圣经在教导咱讲，保罗在教提醒提摩太在讲啥？要叫伊甘同受苦难，这敢是咧讲安尼？对啊，要同受苦难，要安怎做同受苦难的啦？就爱做精兵嘛。对啊。伊讲我头拄讲第4节对吧？第4节，凡在军中当兵的，伊嘛有做譬如啊，不将事务缠身啊。
啊，不将事物缠身的原因何在？你感觉？保罗想要变安尼就迄个，就甲外口的代志放下，认真来做主的讲像你做兵啊，你调的你就袂当个。你袂当个讲你要趁钱，要创啥，对吧？所以伊即个譬如嘛，你甲咱讲，咱即摆人伫教会也好，咧做啥物事奉也好，咱有做者事物缠身，会袂？会嘛？哦，但是哦，其实。等下吼，牧师佫会佫带领咱做伙来看。其实我感觉保罗伊嘛是做体贴人哦，吼但是伊伫遮咧讲啥物？咱若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就爱做一个忠实的信徒，甚至若信徒。即款的算专职去啊，专职哦，专注的即个传福音的，我简单安尼讲啦，保罗我感觉伊咧讲的是基督的精兵吼。必须要专注他的使命我感觉哦，我嘛捌拄过吼。你看有的人伊就算毋是做专职的哦，但是伊是啥？伊做专心伫伊所做的事奉所会带来的果效啦。有的人是事奉，但是伊所做的代志无果效，了解无？什么叫做无果效？家庭、工作。生活甚至甲人的关系，袂因为讲伊事奉愈济，那蒙福，反倒等伊会伫事奉愈济，伫个家庭生活足侪方面。我这意思你袂使甲当做业余呢，袂使。迄个像迄个咱家己的代志处理工作处理了后，才来。毋是这啊，毋是这啊，伊毋是咧讲这啊。哎呀。咱袂当安尼。你袂使有即个心态啊。对。但是现代人，咱嘛是。你讲经济免哪来？是。哎呀。但是我的意思是咧讲吼，保罗伊咧讲的是讲，咱爱专注伫咱的使命工作啦，毋通因为世俗的侪物件来分心颠半。这物件咱得爱有智慧啊。这智慧我感觉讲爱坦白，我一直拢感觉讲坦白上重要。譬如我简单讲好啊，咱若伫咱的群组，咱若伫咱的重要的事项的内底，譬如讲咱咧沟通的内底，我拢会常常咧讲，咱爱坦白，你到底是啥物代志咧无用？我简单举一个例，咱若是当讲礼拜日，你若要去倒位，你敢会使坦白甲牧师讲，会使袂？会使袂？还是你简单讲一句，我要请假，请假好讲，还是？讲较白较好，你感觉安怎讲较好？无啦，你爱看你爱看这敢是跟教会有关联的代志啦。你若讲有关联代志。所以不管伊是毋是有跟教会有关系，若是无关系，还是有关系，咱用请假就会当解决啦，对无？但是我感觉哦，我嘛常常会甲自然讲啊，我讲你要做啥物代志，你坦白甲我讲无要紧。时间上会拄好，什么代志咱甲小可调整者，就没事了。但是不要说谎，同款啊。我说我讲哦，保罗吼，伊是有接受到主耶稣的使命啦。主耶稣使命讲哦，伊要用这个人呢，伊爱叫伊去传福音对不对？咱的接受的使命是主耶稣要上天的是讲。甲遐门徒讲咧，讲你要去破天同人招万百姓，而且做我的门徒。伊种种使命无共款啦，因为迄个保罗吼，伊是耶稣亲，耶稣吼，迄个本身要用伊的对啦。伊无讲去签名对不对？对。伊要去找迄个先知，伊甲先知甲讲这是要甲你敌对啊！你这个人甲你敌对，但是主耶稣讲来讲，我要用伊啦。这是我要重用的人，对不对？伊是要重用人呢，但是咱这门徒，主耶稣会讲接受这个使命哦。这使命的是哦，伊这要保罗，保罗的使命，甘伊接受这使命哦，差济咧哦。所以啊，保罗想要提醒提摩太。讲不要将事物缠身啊，事物缠身的目的就是安尼啊，因为保罗伊知影
你即马少年嘛，少年当工嘛，你要军队主，你要代替我伫遮个所在。其实我想讲，这个天魔台啊，伊本身哦，家己事啊，有咧做啥物工作无啦？伊若有咧做啥物工作时候，保罗甲讲安尼是吼。我是感觉讲保罗伊最主要要提醒吼，天魔台讲，你爱安尼做吼，较会当专心去投入伫主的事工。安尼就是对，我当工嘛。注意哦，专心投入伫主的事工。较会当互上帝欢喜。安尼咁即摆牧者共款。共款啦，系啊。啊，所以我拢感觉，我嘛是安尼认为哦。像我简单举一个例，我讲咱的青少年，吼，高中生高中啊，伊即马前阵啊拢有咧来咱教会，啊即马无啊，因为伊即马咧转科系，啊足认真诶，吼，伊嘛伫咱中间嘛拢有咧摒扫啊，但是伊就是无法度参加聚会，吼，为虾米？伊利用遐时间去图图书馆。啊，逐工的哦，伊就是要转科系，吼。但是伊若来的时候，我嘛是安尼带伊祈祷，讲来，我带你祈祷。我伫祈祷的中间，我就讲主啊，帮助伊毋通袂记得主，吼，互伊专心，互伊毋通因为遮个代志来受颠绊伊甲上帝的关系，吼。啊，保持互伊甲上帝关系结连，我感觉重要是这啦，吼。啊，所以我想咱会当去思考看觅，就是讲。伫咱的服侍，咱即马吼，即马现实的生活，你感觉有啥物代志会互你，互咱伫世间的这事物会互咱有受点？咱即摆当今的世代啦，咱接受主耶稣的使命哦，是啥物使命啊？是甲一间教会啊，甲服侍好势啦吼。我毋相信哦，咱即个时代人接受使命，就是真正要一直大拢用的。啊，但是你茫看咱伫遮经过教会呢，咱嘛是伫遮聚会，嘛是引出人进入教会，但是即种的效果啦吼。我问咱吼，恁感觉吼，咱若一个人请假，两个人请假，三个人请假的时阵，你感觉会有影响袂？会啊，会嘛？对。所以我感觉讲，对无毋对，对你来讲，可能对你来讲，那是真的不得已。但是对我来看，我感觉讲，咱要安怎样伫上帝的事务工作的内底，逐个人都爱有一个共识。虽然逐个人是会晓彼此尊重。我真甲甲你讲过啊，谁啊？即摆信徒，谁礼拜日会想要来教会？是。伊咧惊这项代志啊，惊讲伊若无来教会啦吼，将来袂当入天堂。敢上咧，敢若上咧尔。咁咧，所以有个人根本连天堂嘛袂想。这就是应付了，对吧？有个人根本连天堂嘛袂想啊，吼，因为伊较想的是世间上伊的代志无处理好，伊不会处理袂使是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哦，较重要是看要安怎伊爱跟上帝关系佫较好啦。啊，第二部分就是讲，咱信徒吼，咱同工着爱甲教会，逐个人爱甲聚会的重要的目标吼，爱甲伊表达出来。譬如讲，咱来聚会是敬虔的心，啊，看到人招呼接待，这个动作爱做出来啦。因为咱人无济嘛，吼，咱大桥教会人无济啊。我感觉咱基督徒吼，这种心态哦，绝对唔对的。啥物心态？唔啊，咱的心态进入教会，就是讲哦，咱的主动哦，咱是要来敬拜上帝，唔是讲咱进入教会哦，就要互招待，安尼甲你不，我咧讲的是，我咧讲有对象哦。我咧讲的是讲，你爱想象哦，人要来教会，你讲的迄是伊本身伊的本质，敬畏上帝本来就爱安尼。啊，这是爱透过教导、透过环境来影响的。但是咱的教导，假使咱有咧教，但是咱无制造出迄种的氛围，人袂学啦。了解我意思？譬如讲，学生囡仔伊去到一间教室，这间教室的人。拢是咧佚佗，你想这伊想要读册，伊礼拜这会佚佗的环境，你想伊敢会读册？伊袂读册啦。所以共款嘛，咱的教会，你咧讲的讲，咱要互人产生对主敬畏，然后家己迄种心，就爱对倒位开始，对咱本身做主的工人，做主的精兵，咱来做精兵啊，咱毋通做兵啊尔。
咱的心态哦，都要去主动国赛啦，毋是对忙去对，我讲是安尼。嘿啊，所以你想，对咱基督徒来讲，对咱真做一个为人祷告的勇士来讲，礼拜日你看礼拜刷的时阵，咱敢有咧把握迄个10:40到11点迄个时间？注意哦，你爱看你的小组员，你是已经款好，然后你家己坐在遐，你咧看你的小组员，然后坐在遐，无咧看人招呼的时阵，迄个是问题咯。所以我是感觉讲，咱爱突破讲，迄段时间把握掉，跟人建立关系，然后跟人会当甲伊问讲，你一礼拜过了好，有啥物我会使为你代祷的？迄段时间就用安尼。你可以听到讲，即个人我即礼拜毛长老，我真正需要你为我祈祷。我安尼思考足久，毋知影要安怎祈祷，毋知影要安怎读圣经。这个话你若听到啊这是福音呢。这个福音就是讲，上帝互咱有一个使命，爱去对焦你，带即个羊群，倒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因为伊一礼拜来到教会听无输讲道，结果伊心内话、心内需要，无法当得到解决。安尼对伊转去，佫共款。佫过一礼拜。我是讲吼，咱即个礼拜了，即个招牌吼，是。无输你啊，你往哪看这心内吼，看伊的水准，伊的水准若算你讲伊迄个高水准的吼，你都要叫李老师啊、校长都出来，对不对？因咧讲话毋正对焦。无啦，咱莫讲水准。毋是。你莫用水准。你叫一个无啥读册的人吼。叫李老师来甲伊讲的，你讲的好无？你讲安尼，你会记之前有一个大公教会，迄个什么英啊？我袂记，迄个真老真年长，莫讲老，真年长的迄个姊妹，有无？你敢有印象？迄个大公教会有一段时间来咱遮，伊足希望讲看要对牧师去探访，但是因为咱拢无对象，没有目标去探访，后来以后嘛是倒转去伫大公教会。伊总共要90岁，佮翘倒摆啊！伊对人的迄种关心的疼心，真正呢，我足感动呢。人伊嘛无啥读册呢，伊信主是对查囝，因查囝信主了，伊较对信主的。所以伊看到伊的查囝生命改变，伊较了解讲即个信用无共款。所以我讲，你头拄讲的，要陪伴、要带人，其实毋免讲爱什么叫高水准。重要是讲，咱对上帝迄个心。我问你吼，我举一个例互你听啦。一个会结婚两个人吼，跟一个作词文的、作词文的人吼，因两个讲话，讲有三句话无啦。一个有水准的，讲一个无水准的，你讲话时吼，你都毋知要话题，毋知到想要讲啥。但是对我来讲吼，我曾经捌安尼试过，有足够读册，我这无啥会晓读册。我含伊讲话，伊一开始嘛甲我看你心情嘛无介好，我做爱铁的，我嘛做爱讲，我就甲伊问，一直问，讲到最后，伊嘛诚做我的好朋友。最后伊甲我讲委员，你即摆考试考了安怎？我嘛无介好咧，你会当甲我斗3工，我真吼嘛足感谢你的。嘛是诚好的朋友啊，嘛无迄个所谓的讲啥物，我感觉迄是咧在伫咱人的心，你的心你若。你看家己，若看悬无看低，看人你嘛是。我意思是讲哪咧？安尼因咧讲话啦吼，像若平有较差不多迄款的啦吼，你看嘛知影，来做你讲话时啊吼，我甲你讲啊，真讲有话啦，逐个咧讲的吼，真知影，真我当讲出话题出来。伊一个真正是。好，无要紧。好啦，等下有时间咱去讲吼，咱做伙来看。哥林多前书第7章32节到35节，这是保罗伊论到这个独身的段落独身的伊讲到这个未婚的人应该做什么代志独身的，无结婚的，应该做什么代志？伊咧探讨这个问题啦，咱做伙来看。哥林多前书第7章32节到35节，伊讲，现着我来讲吼，伊讲，我希望你们无牵无挂，未婚的男子
可以关心主的事，想着怎样讨主的喜悦；但已婚的男子关心世上的事，想着如何取悦妻子，难免分心。对不起哈，没有丈，我说话跟你多一个，两个口误哦，难免分心，没有丈夫的妇女和处女。那个你们帮我念一下好了，让牧师34节。我觉得和合本。哎，对，咱读和合本。34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35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劳碌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可以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对，最后那一句话，你们要好好把它画下来。保罗他讲这些，其实还有其他的段落，是讲到未婚的，包含已婚的。但实质上，你看到保罗伊咧讲，咱做主的精兵吼，拢是咧做啥？做合意的事，搁爱专心温困。我感觉，精兵做什么精兵？你做什么工课？你只要照他拄仔咱所读提摩太后书第2章的第几节？第5节讲，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着冠冕。所以你咧讲，迄个啥，学识伫知识偌悬低吼，迄无关系啦。上重要是伊只要照主的规则来，照真理的规则、圣经的规则、咱生命的规则来行，安尼伊就会当得到冠冕。我意思是讲话题无共嘛。你无所谓讲哦，好佳哉你来大桥，已经超7点啦。我好佳哉你无去做一件代志，20讲内顶，你无去批评着讲哦，伊送离婚的人、单身的人安怎？我甲你讲咧，咱这个时代无像啊，咱无侵入这个家庭哦，也无咧去了解哦，你翁仔某是安怎离婚哦，咱拢袂使人否定因的所做呢。因为吼，话你也毋知啥人毋对，也毋知啥物为着啥物代志哦来离婚。这咱时代无像，咱甲较早无共啊。较早离婚人笑死，我讲啊，像即摆哦，足济吼，迄个离婚的吼，迄原因足济个，所以咱若无深入了解的时候，咱袂使照圣经讲，离婚袂使，你按照毋对犯罪，拢袂使人讲这落个。所以咱倒转来圣经内底吼，其实保罗有特别提起讲有关独身的相关的内容。其实伊咧讲的重点就是讲，咱爱无论你若是未婚的，吼，无丈夫也是无夫人、无太太，你拢得爱关心上帝的代志啊。所以其实咱爱帮助咱的教会，无论是未婚的、已婚的，就有伊的家庭的生活去看虑，对无？圣经咱今日所看哥林多前书，就咧讲的就是安尼。保罗伊讲，难免分心嘛，对无？34节。没有丈夫的妇女和处女可以关心主的事，叫身体和心灵都圣洁；但已婚的妇女关心世上的事，想着如何取悦丈夫。我说问一个问题：离婚的人敢有资格离教会做中介？我甲你讲的是啥物教会哦？这样，你讲某一间教会，某一间教会啦吼，有一个吼，有一个会议哦，迄个毋知有无做中介，我毋知影。指责一个吼。离婚的夫妇啦吼，讲你离婚的人无够资格，人做中介啊。好，去互边仔一个吼，送讲的，我甲歹个呢。你干来当问听听啦，你袂使讲送对送毋对啦。你安怎认为？你？我不予置评啊，因为安尼讲咧，这时代无共啊吼。我头拄有甲你讲过啊，离婚到底是安怎离婚？但是我的看法嘛，我的看法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基督徒不要说不予置评了，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多为人的关系祷告，因为我感觉讲吼，有足侪问题，你讲咱要去探讨这对啊毋对吼，真正咱足有限。我感觉讲咱即摆咧学的功课就是讲，代祷的勇士，如果当你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你觉得要怎么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啊？
安尼若安尼是，哪里要安怎做？安尼，那对新人来讲啦吼，这离婚就是无当做记录的身边啊。你平生都无交有迄个模范，无迄个见证啊。无啦，我讲毋是，迄你安尼讲等于咧定这人诶，到底会使也袂使。我的意思是讲，徛伫咱做一个大道者，咱要安怎为着安尼诶人来祈祷啦？无论是同意还是无同意诶，吼有同意做即事，还是无同意做即事诶，还是本身诶即个人，吼，咱着爱做即个为伊大道诶人啊，吼，我感觉咱咧思考看代志，咱爱对焦伫咱今日所看诶圣经，在讲，咱若是甲主，甲像保罗所讲诶，甲主同受苦难诶人。咱着爱去正做基督耶稣的精兵，着爱知影讲，即个代志已经发生伫即个人、即个教会，甚至是因所拄着的代志。啊，咱看到这样代志的时阵，咱毋通去论断，毋茫去做论，去讲遐。我讲这是做矛盾的。牧者甲牧师娘嘛是有离婚的啦。啊，若安尼是因嘛袂当无资格当做牧师啊，无够资格伫讲台顶咧讲道啊，对毋对？我是感觉即个真正，上头了啊，李老师，恁认为这安怎啦？来讨论看觅。这离婚的牧师有会当做我们试着哈，我们试着像毛长老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试着把他拉回来，跟我们今天讲的，跟我们代祷作为一个代祷的勇士，我们如何做一些对焦？我感觉咱讨论问题，咱即摆爱安尼啦。因为为什么爱安尼做？因为吼，咱伫小组咧讨论的时阵，往往有些时候也会失焦，知影我的意思无？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咱，我讲这是真好的问题啊。咱拄着这个问题，咱拄着这个是，这个代志是要来带导啊。没人带导。咱心内头想讲，这都是上帝的仆人，这人闹出即款代志的时候。啊，咱是要来甲上帝祈祷，上帝讲。但是你讲这个假设，你这是想要做执事的是兄弟还是姊妹？无，咱莫讲执事，咱讲牧师就好啦。牧师，好。那假使讲这个牧师，伊足有心想要负担，要做上帝的奴仆，吼，伊嘛认罪悔改，吼，啊，伊嘛愿意去改变，啊，甚至搁较温困去做主的工。啊，那咱这信徒要为这个无接祈祷的是，免来祈祷，可能讲上帝啊，就下面伊就离婚啊，都伊就专心互伊讲道安尼，人拢袂当随传随便安尼。对，我会安尼啊，我会安尼为祈祷啊，求主怜悯啊，但是毋是照我所讲的，是照你所讲。啊若一世纪信徒安尼批评讲，啊你无遮咧离婚，那是有够资格做牧师。啊嘛是。看信徒安怎伫即个牧师的带领内底，应该是讲，这个牧者也改变是啥？他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没有改变，我相信他会牧会上面也会很困难。所以你讲咱要去讲论断判断，讲会使袂使，这我无法度，这我嘛袂晓。但是我是感觉讲，我意思讲，咱会当做就是讲，到底咱会当做啥物？到要请一个牧者，伊总要去了解。所以从假设来讲，这个牧者要做，但是他的生命转变，他是爱，他的受到这个肯定的话，我还觉得说，如果是神要他走这一条路，对，那我们就祝福他，为他祷告。对。这是我的。今天只是。你能分享一下你？我嘛唔知咧，我就想讲，我顶个看迄个康熙，伊用绑出来，绑出来，我看他又回去继续在那边讲道，那还是很多人在听。我想讲安尼，魅力还是很大。不是你讲都是够魅力的，个性才感觉。我意思是说，那个讲道的那种魅力会让很多人，那就是说。这个中间的关系，我就跟神的关系，人对他还是对神，这就是一个问题在。好，因为康熙。我唔知啦，因为我讲我要听哦，我英文无解，我讲英文，听无中文安尼，我都没办法详细听他讲。但是我从他的题目来看，我觉得
我觉得他没有好好悔改他的东西，但是信众竟然还那么多人要听，我就觉得，我觉得那种大型教会都是很有问题。但我是不会忍心嘛。但是因那信徒哦，因那信徒拢讲来讲去，这是政治化的，刚新牧师这是政治化的，安尼是，安尼。我简单讲个例子啦，因为其实我因为康熙他曾经做过见证，说他为什么会去当牧师啊？其实他小时候他没有信主了，那不管他现在如何去牧会的方式啊，如果我是听他所曾经在分享他自己被神呼召的感动，是在他小时候，他就像一个小朋友骑着脚踏车，然后去到那种布道会的现场，然后他就走进去，然后去领受到圣灵给他的感动，然后认识了这位上帝。他是简单这样叙述了。那他怎么去感受这一些？然后他把神的国、神的道去带领人去信主，我相信也有人因此而信主，而蒙召。所以我觉得神会用各种方式去呼召人、带领人，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的比较不便去做对牧者或神的仆人的做评断，因为我觉得去评断这一些真的不是那么 OK 啊，因为不是我们该做的。康熙牧师会行到今仔安尼啦，跟伊个性有关系。你毋知影，伊较早做红的事，对不对？你毋知伊来台湾哦，咧讲道哦，你毋知影，照我了解，就是讲伊拢会制定哦，伊要大饭店拢爱有薪资的，拢总统有薪资的。可是你们想看看，你看伊心态安尼都唔对啊。可是你想看啊，你觉得人有没有可能改变？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今天去听这个蔡崇义法官他儿子蔡尚恩，蔡尚恩他分享见证，他的讲道内容里面让我感动，是讲什么？他讲到他曾经在带团契，叫人来厝，还相片。伊讲我曾经带过很多人，但是当这些光彩什么都没了，因为自己的疏忽、自己的错误，他开始发现原来所做的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他认罪悔改，他的讲道里面，他传讲了很多，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讲到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爱相挺，爱相让啦，相让啦，相让是啥？相爱就要相让。所以我认为咱爱做注意，就算咱无做迄样代志，咱无亲像迄个罪人伫迄个罪恶的中间迄种过程，咱会看着讲，哎呦，开始做这个代志，但是咱会记得，咱若伫主的听的内底，什么款人拢有。若是什么款人拢有的时阵，咱就爱注意，什么人咱拢爱有法度甲伊包容、相听、接纳，因为咱只有用这种的听，才是真正牺牲、付出代价的听，亲像耶稣基督。所以我是较建议讲，咱会当去分析，咱会当去了解，但是我是较建议，咱就爱好好，譬如讲，我嘛有咧讲着讲这个张乐牛这个张乐过往顶礼拜离开，伊离开，我今日去遐参加礼拜时嘛，拄着因太太，嘛甲伊咧讨论因囝的代志，因全家即摆变化，我感动啊！我甲伊分享讲张乐牛辛苦了，凡事都有上帝的心意。我们也遇过，父亲家里的那个台迄条啊灶啊，无枢纽因爸爸就是安尼啊，无枢纽因爸爸。伫泽恩会外的时阵离开啊，因为整个家族的事业大变动啊。后来无枢纽，伊的弟弟、甲伊的姐姐、甲伊的妈妈、阮丈母，他们的生命完全改变。改变什么？不再单纯只是依靠阮丈人。阮丈人较早会互因兜的囡仔要啥就有啥，要啥物钱拢有法度。但是自从这个核心没了，重新都被打破。所以我一直认为，无论是有信主无信主的人，上帝拢在固守的中间，拢会互人无同款的经历。
好啊，所以咱要安怎伫主的道里面，按照去看到，非按规矩就不能得着冠冕。我感觉哦，咱若咧分析，咱若咧分享的中间，拢爱做细致。所以讲哦，咱袂使听一面之词。我知。你也像我这个，你讲迄迄个贵阳的这个长老娘哦，伊毋知影因翁哦爱在世时哦，甲阮小弟讲，阮小弟家己亲自讲个听咧，讲我的太太哦，令我非常的愁容，讲忧愁啊，哦，伊的面容安尼足愁容安尼对啊。安尼伊时，伊死了后时，伊若甲你讲啥个时哦，我甲你讲，甘因翁在伫个时哦，完全咧讲话哦，拢无共款。我知。啊你像讲你用红旗咧蔡崇义啊，因对，毛米人，毛米人，伊咧讲道来讲啊，你听一届讲道袂准啊，你都要互伊亲身去教会无会哦。互伊个性形形色色的人哦，佮无共个性啊，互伊操练一段时间哦。我今日吼，我一听讲道的时，我听到是啥？我听到的是伊哪亲像咧对因兜的人咧讲，因为因兜的人拢体会出伊所经历的代志，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吼，我认为讲圣神咧感动一个人，真正会互人认罪悔改，改变生命。啊，所以我拢一直感觉讲吼，咱真正。无啥物步数啦，咱就算认捌主的道理、真理搁较侪的时阵，咱爱对人爱搁愈有疼心嘛。你了解无？是一个牧者啦吼，那你伫教会咧牧会啦，忽然间出一个哦，我上你我咱捌拄着，出一个是哦，足后面牧师啊，乒乓叫伫电话中乒乓叫时候，我来讲啊，像伊今仔日吼，伊都爱记经历即个代志是，伊迄阵去面对吼，要安怎互遮一寡信徒上一款人哦。安尼，互伊会当好好无会。我讲你啊，迄无简单的啦。迄个，毋是讲今日讲一个道理，听一个道理，你就是讲，你确定伊。无要紧，咱有机会再来讨论。我搁要问咱第二个问题吼，按照提摩太后书2章1节到7节吼，人若非在场上比武吼，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即句话意义吼，恁感觉是为虾米？好，咱来分享看卖，直接接就好了。第几条啊？第二啊，嘿，第5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句的意义，恁感觉伫咱属灵的顶面是有啥物款的提醒无？无吗？第5节啦。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5节。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5节。哦，这样。恁感觉吼，咱伫教会内底吼，敢卖教导啦，系无？有一寡规矩。我青少年嘛是嘛，对无？伫教会啦、信徒啦，迄个规矩爱讲，方法爱讲，爱教。啊，人若咧讲爱教的时阵吼，咱莫意见一大堆啦。啊，了解我意思无？但是咱会当甲伊讲吼，歹势啦，你安尼讲，我了解啊，我试看卖，多谢你甲我讲。我这个人吼，我真爱人讲哦，人若咧甲我讲啥，我倒位做无够的时阵吼，我会去想哦，是我无了解、毋捌、袂晓。若袂晓的，你甲我讲，我足欢迎你甲我讲，我计甲来说多谢。啊，但是若是你讲的物件，跟我所咧做的代志是方向无共、目的无共、原则无共的时候，我会甲你讲我的原则是为虾米我要安尼做。啊，但是我是鼓励咱教会里内底，就亲像你讲的，咱信徒伊都袂晓读经，袂晓读圣经，咱就安怎？咱就爱主动去招伊看圣经，袂晓祈祷，咱就招伊做伙来学习要安怎祈祷，去讨论要安怎祈祷，啊，讨论要安怎去听一个人，关心一个人，我感觉足重要，所以即个咱伫咱的小组内底，譬如讲咱之前有这金蛋节啦，金蛋节咱除了去了解伊即摆咧创啥以外，咱去关心讲伊即摆咧创啥，关心了咱来想讲，无
无咱找一个时间吼，来甲伊看一下，吼，咱做伙来，老师，嘿，这真难者吼，因为我有听一个上电视讲咧讲，伊是去一间庙，我知，咁拢永远回收了的，对不对？是。你伊来咱教会啦，像安尼咱伊来咱教会，咱会当得到啥？互伊的教导，对不对？但是伊伫遐会当互伊有面包通食，有物件通食的时候，你看伊会，像伊即款的吼，伊款即种信仰吼，伊会选择啥？去啥物所在？伊当然伊嘛选择讲，我来遐有通有物件来互我同意。所以我一直感觉，每一个人你若进入教会，我讲咱教会第一，咱爱先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唔通惊人食，唔通惊人用。第二，当伊若有安尼心志来的时阵，袂要紧，伊就要毋捌。至少咱就有一半的机会会当甲伊教导，吼，帮助伊知影要安怎照规矩来，啊，互伊搁要安怎得到搁较丰富。吼，像阮即马青少年。伊讲即摆青少年因拜四，因拜二聚会，啊拜四就是互治安带咧训练啊，训练要安怎拍鼓，要安怎弹吉他，啊要安怎看圣经，要安怎祈祷，吼，啊学一个能力，暗顿带因去食饭嘛是好啊，吼，这就是机会啊，吼，所以我就甲治安讲治安，你毋通为着惊人食，吼，毋通为着讲要教导囡仔来教会，就是爱安怎。我甲你讲，无人来教会一开始就会安尼啦，了解无？所以你想看觅，我举这个例就是讲，你讲这个姊妹，我会当体会，因为迄阵啊，迄段时间拄啊好教会拢有临时，礼拜日拄啊好无小组，啊嘛拄啊好无食饭，对无？吼，啊伊嘛是共款啊，礼拜第四礼拜啊，第四礼拜是咱无小组的时阵啊，啊伊嘛是抱着一个想啊，我是毋是通来食这物件？啊，其实你讲别个人嘛是拢有即个心理啊，啊，因为伊的心都还袂认捌着。我来到教会，其实有一个我灵性上会当得到更较饱的物件，伊还毋捌。啊，但是咱来好好啊有机会，伊若无来，你拢无机会啦。还了解无？所以我一直感觉，咱教会毋通惊人食。吼，即个咱12月22号，咱有一个张演吼，迄伫高雄师范大学咧读册。啊，因为12月21号，伊原底要来摆摊，扛即个亚瑟，啊，但是伊拄好伊爱比篮球比赛，吼，啊，所以21号伊无法当来，但是我甲伊邀请，我讲张岩，你如果可以的话，21号你多晚没关系，你只要比完赛你就来。礼拜天、礼拜日，吼，看完这会假，好，我们有圣诞爱宴，然后圣诞节的礼拜结束，我们会去报佳音。好，接下来我们圣诞爱宴，你去约你的朋友，好，伊讲公司可以吗？我说可以，一招伊讲，伊就甲我拍一个数字，9个人，9个人我咧想讲，哇，9个人，即马人足济哦，哈，无要紧啊，佮订嘛，对嘛，咱佮增加嘛，即我就想着一个所在啊，3楼阳台，好，咱遐就甲整理好，好，然后2边。好，反正电梯用者就好啊，桌啊甲摆好，互搁较侪信徒，咱3楼加减啊甲用了，空间甲分配了，安尼我想咱的教会迄个关系，逐个人的互动会当搁较好，所以我拢认为，你想看伊若带迄9个人，一定有迄啥无道友，咱就爱准备好，会当将这个听有机会去甲分享出去，所以我拢认为讲咱爱做好准备，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啦。会当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同受苦啦，要传福音要听一个智美税人无容易呢。什物叫听智美税？敢真正是伊会甲你讲，你会甲我斗3工吗？即摆人伊袂甲你讲呢。智美税真正有足侪时阵是咱爱主动出击啊。主动出击较会赢啦。你若被动式出击的拢袂赢啦。当然准一直咧拍，你就一直咧轰。轰到最后，你根本拢拍甲密密麻麻。所以我一直感觉，咱的信用就爱做一个主动出击、靠主得胜的人。所以咱爱思考上帝的事啦，好，所以这段圣经节伊特别强调这个属灵的追求伫服侍的顶面，咱就爱有设定一个原则甲概念，
互上帝，互咱的这使命甲界命，真做咱伫在做树林的精神的顶面，会当更较诚实，嘛更较顺服，更较正直，好，第二，咱来看另外一段圣经章，雅各书第4章第7节到第10节。咱要安怎做一个带导的勇士我觉得这个生命也很重要。带导的勇士一定要有这个特质。第4章7到10节。好，故此，所以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我把睭看不太清楚。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好，这拄好提到有两种。要安怎抵挡魔鬼的关系要安怎做？第7节讲的就是啥？顺服，顺服不容易顺服就是将家己完全顺服伫上帝的心意内底。所以有真侪时阵我昨牧师在看这个咱的朋友在分享，有当时咱拢甲咱拢是靠家己咧解决问题。但是我后来带领这个兄弟重新倒转来思考，家庭有足侪问题毋是靠你家己啦，你要相信有一个创造咱生命的一个神，这个神伊要帮助咱，是爱照伊的方法。所以我就甲伊分享，我讲，假使你看你的查某囝，甲你的亲人的互动若无好，你感觉上帝是爱你用你这种方法，还是魔鬼咧爱你用这种方法？伊讲魔鬼感谢主，他说魔鬼代表什么？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他虽然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不认识上帝，可是我就告诉他，让他两种去分辨。上帝跟魔鬼，这位上帝是爱我们的神，他会希望你这么做吗？你这样做的方法是神会做的，还是魔鬼会做的？一个魔鬼我说那如果是魔鬼做的，那你还要继续用这种方式吗？他说不要。好，牧师我知道了。我就觉得很感谢主。所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其实教导我们如何顺服上帝。好，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好，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鼓励年轻人，做一个诚实的，做一个正直、懂得诚实面对家长很重要。这个静瑶在这边静瑶，牧师讲的这个内容，就是牧师每一次遇到年轻人都讲的事情，就是学习诚实。我也时常对我的孩子这么说。所以为什么我又回到头来，一开始牧师咧讲的，当咱伫群组的时阵牧师常常会问到讲，你要请假，你要做什么？好，牧师不好意思啦，我不方便说了。我就讲，你不方便说如果有人问我的时候那我要怎么回答他？有啦，我讲你莫讲你什么代志，因为人有家己运输对不对？对。讲所以是讲这个代志你无需要互你无出知影，都莫讲家己讲请假就好。那我问你，你觉得这个隐私，你跟牧师请假完了，你就等同于跟上帝请假了吗？确实吗？真的是这样吗？我能够体谅我也能够理解好，你若请假，但是如果你请假是为着你家己的私事是无去敬畏上帝，无去礼拜的时阵安尼有当时我嘛会甲你提醒，你来看一下，你看一下直播你无嘛爱看一下直播爱做一下礼拜。你若无讲，你讲请无说卖安怎我嘛是安尼甲你提醒我嘛袂甲你强迫你一定要甲我讲啥。
但是你若甲我坦白甲我讲的时阵，讲好啊，愿你平安，吼、啊，若有你若讲你要拄好要转去，要去倒位，我嘛拢讲啊，你去甲恁带我甲恁兜的人请安，吼、啊，拄着什么人啊，请说把我带我甲请安，吼、我感觉人甲人的中间吼，学习啦。我讲若有一个心咧会敬畏上帝人啦吼，伊绝对吼袂讲无缘无故啦，礼拜时啊吼，迄落甲你请，甲教会请假，一定是讲啊，我都这样代志都无做吼，啊都袂使。牧师哈，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理哈？因为唯有这样子，我们在带领我们的信徒，信徒也会诚实跟我们相处。我一直感觉讲，咱的环境的中间，人甲人有太多的隐私啊。有啦，信徒啦，敢着请假，还是敢若中级要爱请假的？啊，信徒，若要请假是敢若信徒爱请假，还是中级爱请假？我感觉人甲人的中间是拢需要。对，大家拢爱。只要咱是这个家庭内底，咱拢爱请假。啊，你若迄礼拜本来请，本来拜，要休假嘛，都爱请假。你若本来拜，本来请个哦，你大家来请假，你拢烦死。我知，但是因为咱教会，因为咱的教会的运作有小组，有做者工课，咱拢是环环相扣，所以咱会必须爱彼此互相告知。我举一个例好啊，阮社区音乐班有2个，因毋是无定定来咧聚会，但是这2个青年查某囡仔，因有来，我有招因来做小老师，因即摆会安怎会请假，吼，会安怎做？一开始嘛无啊。但是咧，阮后来一导导发现说，我们这个团队是大家互相，你有没有要来，我都会询问。一大礼拜拢讲啊，你下个礼拜还有要来吗？啊，今天欢迎你来哦。他就发现你重视他，他就会重视他的身份。就算他没有做什么工作，他就会重视。他没有来，他就会告诉你。所以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是说，咱若对咱的信徒无诚实。你嘛袂使来交代，你的信徒，你的带的小组员，伊嘛袂甲你诚实啊，因为你不敞开，他怎么会敞开对你呢？一样啊，我们不敞开面对神，神怎么会丰丰富富的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不一样的道理嘛。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神他希望我们能够进到他的怀抱，进到他的恩典里面。但是我觉得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生命是一个。我说的不是说他什么事情都跟人家讲，不是这种的。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讲的是讲吼，你会有智慧要安怎去互感觉讲你做的这个请假也好，人会足入动讲啊，无要紧，你去无闲，吼我这个代志我甲你担，我甲你处理就好，吼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咱互相大家拢有这个默契，嘛帮助咱的信徒。我看咱的小群组内底吼，真的啊，这以斯帖小组吼，以斯帖小组真正啊，信徒因为小组员拢是安尼呢，无要来，逐礼拜就讲一个，我有代志，什么代志哦？一开始拢讲请假尔，即摆无啊，即摆会讲我什么事情，大家人OK 为你代祷 ，OK 为你代祷，这个是文化的三星啊。所以一开始我想，咱的同工伊做清楚，迄阵我讲。同工，你有看到无？拢无人咧甲你回应，来豆豆开始有回应，后来牧师佮加入，后来牧师发觉讲，牧师咧加入，刚刚大家拢唔敢讲啊，牧师就开始抽离，很习惯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人跟人之间有很多很特别的关系，是我们值得我们去摸索的地方啦，所以第一个顺服神，第二个抵挡魔鬼，其实还有一些圣经节，牧师因为时间关系，积极的抵挡魔鬼的诱惑跟攻击。我觉得做一个代祷者属灵的代祷者勇士很重要。你要能够真正的能够去知道什么是魔鬼撒旦的伎俩。那你要运用信心跟神的话语来对抗邪恶的势力。经文所带给我们的应许，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好好的去把它去实践出来。好 ，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最后咱嘛有讲到这雅各书第4章第8节最后牧师跟咱分享，在主里的生命的质量提高的方法，他讲到了2个东西。来，
第4章第8节，雅各书第4章第8节是什么？你们看第8节。好，这个很重要，代祷勇士一定要有的哦，要洁净你们的手，也就是什么清洁的内心，你要清洁的内心呢。好，消极的、负面的、不成全神心意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不是好的了，你得该清洁了。怎样讲？你要怎样分辨？你要懂得去分辨。好，所以你要怎么分辨？记得哦，谦卑你自己的心哦，不要想说啊没救了，无效啊。我跟你讲啊，你若感觉这无效啊，你就相信上帝会给你成就啊。接下来你就会怎么做？你就是恣意妄为啊！了解我的意思啊？你得随从己意啊！你就开始做你照你自己的方法在做代志啊！你就不想依靠上帝了啦。所以我觉得洁净你的心太重要，谦卑你的心很重要。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洁净自己的心，然后懂得做一个谦卑的人。好，不要自作聪明，那也不要什么做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学习怎么样做一个代祷的勇士。所以训练我们自己。好，真的，我觉得这个新兵训练不单单只是我们刚上面所提到的这几项。我们还有好几项，我们都可以好好的一起来探讨。好，那也希望培养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受装备的基督徒，我们都能够培养出一个好的品格，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愿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在神你的话语里面，晓得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跟祈求。我们相信，我们时常怀着感恩的心，将我们所需要的来告诉神。神，你也要在我们所预定的、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保守我们的心。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学习在代祷的勇士里面，我们需要装备，我们需要被训练，我们需要从你的话语能够不断提醒自己，好叫我们的心得以洁净，是真实的有能力，是真实的悔改，是真实的因主的恩典来得蒙祝福。谢谢主，再次在你面前，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全心学习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的悟性，凡事都要信从神你对我们所做的教导，好叫我们能够走在你所指引我们的道路上。谢谢主，再次带领我们回去的脚步，也带领每一位在荧光幕前所领受的基督徒朋友，每一个人都能够生命也因此而得蒙神你的祝福跟引导，带领他们能够学习跟随主，能够去到教会，去到神你的恩典的宝座前，来跟随主的脚踪，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生命得救的人。谢谢主，再次感谢主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神美好的祝福，平安。